學佛60問嘅第9問：人死咗之後係咪就係見閻羅王呢？就算你有冇宗教信仰，都應該聽到啲人話死咗之後會來見閻羅王。閻羅王會睇下你呢一世人做過啲乜嘢，再決定你下一世去邊度。咁喺佛教入邊呢，的確係有閻羅王嘅經典，例如《阿含經》嘅《天使經》入邊有記載。但係閻羅王呢，並唔係佛教自創，佢係來自於古印度嘅《吠陀經》。咁喺《吠陀經》入邊呢，Yama 原本係古印度嘅天神，後來佢又成為咗第一個死亡嘅人類。喺佢開創咗死亡之路之後呢，所有後世死亡嘅人都會由佢嚟迎接，佢就成為咗死者之王，去管理死後嘅世界。而佛教經典入邊呢，Yamadeva 夜摩天就係欲界第3天入邊做天神，Yamaraja 即係閻羅王，佢就負責管理地府同埋審判生死。但係佛教並唔崇拜天神，亦都唔會崇拜閻羅王，所以與其話閻羅王係有能力去決定人下一世去邊度呢，其實佢只係揸住一本數簿，佢知道你平時做過啲乜，佢知道你平時喺 Thread 度留埋啲咩言，再指引你去你業力導引你要去嘅地方。咁但係死之後呢，唔一定係要見閻羅王嘅，因為只有鬼道同埋地獄道嘅眾生先同佢有關，所以唔使怕閻羅王會派獄卒嚟捉你，因為死之後去邊度呢，係由你自己嘅業力去反映，由你自己心入邊做過啲乜嘢，再決定你會去邊度，所以你嘅心入邊係最清楚。與其去害怕因果業力，不如知道因果自負，所以佛教叫人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自正其意。學佛60問，一齊清 concept，實踐佛法。下集再見。